这个台湾唯一低成本的航空台湾虎航，元旦年假了后开工，是推出着全新的福林机餐。也毋过传出讲，桃勤企业工会嘛无排除伫1月初6要来进行过年罢工的投票。安尼一来，依赖着桃勤处理地勤业务的虎航，恐惊嘛受到影响。台湾虎航的董事长讲，若延误着班机，因会来做调整。针对中型航空集体来请假，伊是讲大家拢真辛苦，伊尊重无同款的选择。可以看到旁边摆着的就是台湾虎航今年全新推出的素食机上餐，有这个豆腐蟹黄豆腐的贝壳面，还有墨西哥辣豆卷饼。新年新气象，不过航空业1月份恐惊阁有大危机。每年的奖金一直以来都是要抗争才有，跟乞丐一样，我们任劳任怨的在做工。你们上面都不知道我们的辛苦。桃勤的员工出面来解骂，早就伫咧去年底，桃勤工会向公司提出6大诉求，包含争取按时津贴为50到75块，搁争取4%的薪水调整。不过即马共款无结果。从民国89年一直到现在来讲，我们并没有签订这个新的所谓的这个团体协约。我们这边诉求是说，已经在经过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一些基本的这些金额跟项目都没有调整过。桃勤为去年12月30宣告劳资协商失败，会伫咧1月初4搁一摆甲公司吵，若是吵袂好势，1月初6就召开临时会员代表大会，到时阵就可能来投票，春节讲要罢工无，互虎航真烦恼。我们很多的这一些这个作业的合作厂商都是以外包的形式这也是台湾虎航的一个特色了也绝对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冲击。那对于台湾虎航来说，假设有这样子的影响，那可能就是在班次的这一个到离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延误那或者是做一些班次正常化的调整。董事长白水经做好心理准备，本来就是疫情后航空业的景气变好，即马今日当无奈笑车讲，每一个单位拢有伊辛苦的所在。可是讲过年航勤人员真正来罢工，航空业、旅行业含游客应该拢是3水局面。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